们国民党那个党团的发言人，我们人称侠女的王家珍议员，有请王议员。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是家珍。好，这个对我来讲，最近的日子特别的事多。这个事多不光是我自己有一些家庭里面的事情多，还包括我看到了我们整个国运、整个国家奇奇怪怪的事特别多啊。那今天呢，家珍有这个荣幸来到新营蔡玉辉蔡议员常年在这边奉献的一个选区，我们现场还有包括游荣志议员以及许多未来要加入国民党行列的年轻世代的这些好朋友们啊，真的是很多感触。我们的感触是说，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但是呢，家珍要问这么一句话：我们国民党是不是一路走来，就是因为我们太正派、太善良、太温良恭俭让，我们没有真正的认知到敌人的无耻、敌人的险恶、敌人的敢骗、敢拿、敢不要脸。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先讲几个我们国家最近跟我们国民党有关系的重大事件，大家听起来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案子。第一个案子我要谈一下，各位知道我们中央现在有农界立委在代表不光是全国性的事务发生，或者地方性的事务发生。农界立委给了我们台南乡亲很多的底气，但是我们也知道民进党的恶行恶状无所不在。有一位可能家珍稍微攀附一下，跟我的性格很相像的知名女性立法委员徐巧芯，大家都知道她，对不对？也是讲话非常的直率，非常的敢言敢当。最近巧芯自己有一些她的辛苦所在也就罢了，结果竟然民进党没有人性到什么地步，把徐巧芯的妈妈拿出来呛声，说她是陆配，说徐巧芯是陆配生的孩子，对不对？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口一声在讲平权的民进党，心中充满狂妄自大，对岸的不了解不知道，而且还歧视也是人的10几亿对岸的朋友。我要跟各位请教，是陆配怎么样？我们台南就有好多新住民团体、陆配团体、东南亚籍的外配团体，喜欢台湾、爱我们台湾，嫁给我们台湾人。不管他是陆配，他是东南亚籍的外配，是外国人或者是陆配，爱我们台湾，成为台湾人又怎么样？对不对？对，我们还要帮他手一起来爱台湾，对不对？结果徐巧芯说，我母亲不是陆配，我母亲不是陆配。但是我相信每一位好朋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气度。陆配爱台湾，嫁到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人要把它包容进来，要把它当作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怎么还来歧视他？那叫不是人，对不对？对。所以巧芯说我妈妈不是陆配，巧芯也说
就算我妈妈是陆配，我是陆配的女儿，我难道要觉得不好意思吗？我难道要觉得我不应该大方的替我们乡亲争取权益，争取台湾人的权益，站在我的角色尽情发声吗？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在这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件当中，一次、两次、三次，看到了民进党的恶质，民进党的无耻，民进党的不会不把丢掉。徐巧芯的母亲不是陆配，即便是陆配，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这么多在地的乡亲，这么多接地气的每一位爱护我们国家的每一位好朋友，你周围难道没有几个嫁给我们台湾人的陆配或者外籍配偶吗？都有，对不对？只要他融入我们这块土地，只要他兢兢业业陪伴着他的家人一起打拼，一起努力，我们欢迎陆配，欢迎外配，欢迎任何一位认同台湾嫁到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类，对不对？对。所以请各位为徐巧芯加油打气，就像我们在台南，我们要为我们的龙介加油打气，为我们每一位奉献给国民党，奉献给台南，奉献给我们这块土地的每一位参与的志工加油打气。这是徐巧芯的故事，但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解读出来，民进党是怎么样一个没有人性、玩政治玩到如此没有人性的样貌，对不对？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讲完陆配，我们替徐巧芯唔甘，要唔都不要紧，侠女不怕。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谈一谈，我们都非常非常知名的什么人？一个著名的人，曹兴诚，对不？有人没有听过曹兴诚吗？拢知呀，哇，好羡慕哦，这样有钱，对不？他的钱溢来溢去，溢到我们不可想象。然后呢，他用他的钱财支持民进党一些奇奇怪怪的团体，他是搞罢免的最著名的力挺民进党的大企业家，把对岸骂到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哇塞，曹先生、曹大董，哦，这么爱台湾呢，这么爱台湾呢，对岸拢嘛混账，拢嘛对不起，有的无的就多呢，对不？也唔过，最近我们看到了没有？各位看到了没有？曹兴诚，他爱了一个谁呀？搞不好知道的是，现在已经被名嘴谢寒冰披露的，要有别人我都唔知啦。然后他安怎讲？他说他要告谢寒冰，要求谢寒冰赔偿1亿元，1亿元，我惊死啊！赔偿100万我拢惊死啊，何况赔偿1亿元？但是亲爱的好朋友，这位一口一声把大陆、把对岸骂到臭头的侯亚郎，领衔做民进党要罢免，一票一票选出来我们国民党优质立委的这位曹大董，他自己的亲密照片睡的是谁呀？睡的是谁？睡的是对岸的美女，睡的是对岸的
美女，拍谁呢？赶紧阿来问一下，是我们台湾人不够美丽，所以他需要对岸去睡美女，也是安诺。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我嘛唔知，我都唔知，我都是看媒体报道，一路觉得非常蹊跷，到最后，哇，今天呢，他真的是睡了呢。他现在强调谢寒冰唔对的所在是安怎？是说那是我的隐私，我爱睡虾米人睡虾米人，关你什么代志？对不起，他是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抱歉，他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家珍要跟各位报告，这样子只会骗了民进党以及他的相关团体。我们是不是要在2026把他拉下来，好不好？好，还台湾人一个公道，还我们土地一个安静，好不好？好。我是家珍议员，有任何地方家珍能替各位乡亲服务，欢迎找王家珍，欢迎我们所有的党籍民代以及中央立委都与乡亲站在一块，我们一起打拼收复台南，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我们议会的侠女王家珍议员。接下来邀请我们大曾文区的守护者，我们用